今仔日是教师节，有大镇老师到教育部去抗议，反映予人滥散投诉、压减做倒号，阁有超时工作的问题。另外，针对淘汰无适任教师的校事会议制度，嘛有定数无公开、无公平，甚至阁爱老师家己找证据来证明无做等三大乱象，呼吁教育部就要赶紧改善。 教师节即天，老师家己对网络可能伫教育部大门的头前，双手举标语，选择用抗议代替庆祝。有教师筹备当中的全国教育法育保障协会，指控目前校事会议有3个乱象。赋予了这些调查委员过多的行政裁量权，他们行政便宜行事，我们调查跟裁判完全混合在一起。同一群人既是调查员又是裁判，试想怎么可能公平？ 一定老师会有犯错的时候，但是不要再追杀老师了。所有认真的老师，现在其实真的都没有办法再安心的教学。有老师想到这个代志，目使强要顶倒来。根据全教总9月针对11000名教师的调查，将近9成7要求马上停止无差别受理的校园投诉机制，8成以上呼吁停止完全无改善的校外导呼，又有7成以上指出停止甲老师的欠假转互现场的超重点，一种超过工时的做事已经变作是真普遍的状况。不到解聘、停聘、不续聘这样的一个案件严重的，你应该不要轻易地启动任何调查，应该用一般学校的一个处理方式就可以了。教育部要在10月5号世界教师日之前，至少要先暂缓、暂时解决现场这样的一个困扰。 针对真侪教育团体表达心声甲不满，教育部国教署人事室的主任詹庆辉出面接受陈情书。不过，针对现场的问题是无加做回应，在警察的包围之下，就赶紧离开。教育部安怎解决教育现场的困境？第一线的教师有缘的等待回答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